坐北向南位，可以毀掉一個國家、毀掉一個朝廷都得㗎。冇講係坐北向南係一種錯誤嘅認識啊！理論上係最好，實際上嗰啲地形唔係咁，你一咁樣做就係極端錯誤。你嗰個地方唔係坐北向南，你一改佢為坐北向南，就即刻會發生災難咯。我講最大嘅損失就乜嘢喎？坐北向南位可以毀掉一個國家、毀掉一個朝廷都得㗎。宋朝就係、宋朝係我哋咁多年代之中係最好係唐朝、宋朝咯。真正最好係宋朝，言論自由啊，開放做生意，樣樣都係宋朝最好嘅。當時趙匡胤呢就知道汴京啊，即係開封隔離嗰度啊，即係依家京城嗰度係四處都冇有險，四處都冇有山㗎，嗰度唔係適宜做首都㗎，應該搬去洛陽㗎。因為佢細佬趙匡義啊，佢個參謀。佢個丞相喊咗趙普，大家都唔同意，大家已經坐落唔肯去嘛。趙匡胤呢就揀到鞏義做皇帝個陵啊，葬到有8、9個墳喺度，包括佢本人都葬喺嗰度啊。佢就係坐北向南，就毀掉一個朝廷啊！因為鞏義嗰度係非常靚嘅風水穴，嗰度地一定會坐南向北嘅先發達㗎。佢大家都話：哎呀，坐南向北先得啊！人哋講係坐北向南好啊，佢就一定會坐北向南，咁啊就整個朝廷就毀壞咯。最後搞到俾蒙古趕走，趕到去杭州左右隔離嗰度嘛，去到紹興啊，即係杭州隔離嘅紹興嗰度啊。去到紹興又係揀到塊好靚嘅地，又係坐北向南，又係向錯。嗰兩隻地方都應該係坐南向北㗎，佢偏偏係坐北向南。佢一坐北向南就拎黃河做後枕，向到嵩山，咪嵩山好高咯。向山一定會低會開闊就好嘛。嵩山咁高，你拎嚟做向就錯噶嘛。黃河一條河拎嚟做後枕就得噶啦。你如果一係坐南向北，就拎嵩山做後枕，拎黃河做明堂，咁啊發達咯。佢當時呢，全國個最叻個師傅蔡元定啊、朱熹啊，嗰啲人好叻啊。啲叻個識風水個冇辦法打得入皇宮裏邊，解釋佢點樣做風水，係俾嗰啲壞人，佢就用宮商角徵羽，都係用音樂嗰啲音律嚟，所以後搞到做滅國咯。用音樂個宮商角徵羽，用啲音樂叮叮噹噹，用一啲錯誤嘅方法嚟揀風水嘛。即係雲南啊，有啲人揀風水係咁揀嘅喎，攞隻雞蛋一攣下山，突然來到佢嚿石頭爛咗啦，嗰個雞蛋爛咗啦，就越位就取幾啦。佢嗰種方法係咁愚蠢嘅，佢就用最愚蠢個有機會近到皇帝嘛，佢聽取最愚蠢個觀點。嗰啲好嘅當蔡元定嗰啲最叻風水㗎，當朱熹呢嗰啲好人就個意見入唔到皇帝嘅耳啦。